做什么事可以维持数十年如一日。每天，一天24小时，除了睡觉以外，几乎每天想都是跟画画有关，其他我都不太管。我从小就是喜欢，就是说志愿就当画家跟老师，结果一直都持续做这个工作，做我觉得很快乐。刘木林原来做钣金黑手的一双手，为了秩序改拿画笔，通通反对，没有人赞成，全家都反对啊，连妹妹也反对啊，连亲戚朋友都反对。她嫁个很有勇气，晚上睡觉她说旁边是个无业游民。太太邱彩华不怕陪着吃苦，默许她4年没上班自学画画，结婚时身无分文。刘木林终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受邀国际展50多次，作品《绿岛小夜曲》在100多位水彩画名家参与的国际展览中夺得金质奖，为台湾争光。一案上面，他就是在我的画面前看到，就是看这个，他就这样。俺免不用提，很不用手做事。我不想放弃，肯拼就会成功。俺免不用提，很不用手做的事。画台湾乡土，家乡苗栗的山水，对土地的情感赋予作品灵魂，怀抱热情，投入美术教育超过30年。painting，OK， 有电脑没有哈？好，没有好。刘木林说，最骄傲的是他们这个客家家庭，家人们耳濡目染，也都成为业余画家。那我给孩子的座右铭，给我自己的作品就是“勤能补拙，持之以恒，必有所成”。我教那么多学生来讲，尤其是长大后，现在我还没有一个学生超过他。大儿子刘纯俊作品入选奇美艺术奖和新竹美展首奖，小儿子刘纯斌在嘉义大学美术系也夺得新人奖。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在刘木林眼中，这是他成就最美好的作品。上课喽！俺唔免不用提，很不用手做的事。俺唔免不用提，很不用手做的事。谢谢宗仪老师。